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鸿牧师。今天7月10号在家会主，我们要分享的是让每个人都得到信仰造就。经文要读的是哥林多前书14章26到33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轮流宣讲上帝的信息，让大家学习都得到鼓励。14章的31节。这段经文的摘要提到运用恩赐聚会的守则。那在聚会当中，你要说方言，有说方言的守则；在做先知讲道，也有他的守则。保罗他教导信徒，如果在公开崇拜的时候，应该遵守的金科玉律，凡事都当造就人，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来遵行。保罗提醒他们，在聚会当中应该使所有出席的人都觉得他们的属灵生命得到造就与帮助。不管是什么样的聚会，都需要让人听得明白，然后信仰得到帮助。使徒虽然没有限定聚会的方式，但是对于在聚会中若有人要说方言，他定下了很具体的限制。他不但把数目规定了，只好2个人，最多3个人，也把说方言的这样的一个次序规定了，要轮流着说，不可以一起说，免得聚会引起混乱。而且说了以后，要有人能够翻出来。所以按使徒的意思，如果在公共聚会当中说方言，必须受到一些的限制，否则就应该在会中闭嘴，只对自己和神说。那按照保罗的意思，如果圣灵感动人在聚会中说方言，他也必感动另外一个人替他来翻方言，而且是在很有次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来进行。说话的人不是在半疯狂或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说的，而是在理智有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来说出这样的方言，否则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使徒这种教导。使徒在这里的指导也就变成多余的。做先知讲道的也是一样，跟说方言一样。保罗说只好2个人或3个人，而且也是要一个一个来说。那我们注意到29节末了的一句话，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这表示做先知讲道的人，他所说的话未必完全是正确，所以听的人要慎思明辨。那么我们看，听了这些讲道人讲，然后你要想是不是合乎真理。如果大家都出于神的感动，那么无论是说方言、做先知讲道，都不会彼此争着说，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出于神的灵的引导，不会引起聚会的混乱的情形。当然，那说方言如果是出于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感动，就像做先知讲道一样，会彼此顺服，不会狂呼乱叫，没有秩序。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再三的提醒信徒，圣灵的工作不是混乱、没有约束的哦。我们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
所表现出来也应该不是混乱、吵闹、不受控的，而是彼此顺服，照着教会聚会的规矩，按照次序一个一个来讲。我们来思想，圣经对教会的聚会有限定独特的形式吗？一定的形式吗？那么安排教会的聚会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细心创造了我们，你以永恒的爱来爱我们，你并且拣选了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服侍你。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服侍你。求你也帮助教会能够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服侍你，让这些人能够享受你荣耀的同在，领受永恒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